个世界，甘喊做地。总系住着你，拢无出息，巴肚情感，莫解释不爱，住着你，后心难逃，红皮风寒，看得让人难受。是得了的，水的就该做的，人生短短，爱勇敢做的。有你是得了的，水的就该做的，多了个世界，敢喊做的。总会住的你，都无出息。巴肚情感，莫解释不爱，住着你，后心难逃，红皮不寒，看得让人难受。奈何做，是何事？你不用来，就得你不是。奈何做，是何事？颠倒不是悲伤，让你期待的放弃。奈何做，是何事？你不用来，就得你不是。奈何做，是何事？颠倒不是悲伤，让你期待的放弃。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汪翠鳳。喺呢天使音樂專輯呢度呢，我會分享呢今年我創作嘅歌曲嗬，還有一道首呢係經過線上再重新來編曲嘅，我咪邀請到一道好朋友共下來聽首，希望做啲大部分啲嘅觀眾朋友冇共融嘅感覺。想起我第一擺寫客家歌嘅時節咯。我寫嘅係做啲某兩首歌嗬，家下係因為我希望做啲寫一首爸爸媽媽聽嘅詩嚟歌，因為之前我寫嘅不論係國語啊，也係學老歌，幾條堂堂嘅是走體嚟。我睇到客家歌嘅世界咯，感覺是冇共融。尤其我知道啲客家話嗬係我條嘅母語嗬，我咪係希望接觸咧，然後幾條分享我嘅形容。
伫爱形容对不对？上帝教徒是孝敬热爱吼，是当从饶嘅命令。故所以，我希望食出了首歌，我记得分享，我嘅形容，没有本记得啲，我会留好记得。故所以，一下，然后大家去分享了首歌，做 demo。
后生的世界，山盟大病存钱，路的世界，苦练滚，起你满目，看因来因往。存钱，有钱买日多太富，买唔到幸福。有钱买日多日肉，买唔到健康。后生的世界。山盟大病存钱，路的世界苦练滚，起你满目，看因来因往，看因生，因生啊因生，嘛该因生。存钱，智慧因日多，因传到全世界，了解自家的生命，有嘛该好，有嘛该好。智慧因你的讲，因传到全世界，了解自家。有钱买日多太富，买唔到幸福。有钱买日多日肉，买唔到健康。后生的世界，山盟大病存钱。存钱。
mặc cái hoang đồ pen du shit chiu lim cha ta joy gu cam hay hoang đồ pen du mặc cái hoang đồ pen du ôi mi kinh cô痛苦anh yêu hoang đồ pen du you cái pen du cam nhận hy sinh khi chỉ cả vì đó yêu hẹn sống sự dần dần sinh nhang chiều hay khi thôi pen du mặc cái hoang đồ pen du ship chiu lim cha ta joy gu cam hay hoang đồ pen du mặc cái hoang đồ pen du ôi mi kinh đồ痛苦anh yêu hoang đồ pen du chiều hay khi thôi pen du mặc cái hoang đồ pen du ship chiu lim cha ta joy gu cam hay hoang đồ pen du mặc cái hoang đồ pen du ôi mi kinh đồ痛苦anh yêu hoang đồ pen du khi cái miệng chiều hay ra sâu我年切黃翠芳多年我當好幾個嘅，認為幾個嘅嘅歌詞哈，第一步講到當到生命中嘅當好嘅事情，我哋靈魂思考嘅，我哋老年嘅關係思考嘅，我哋兩班過日嘅事情，幾個歌嘅當如意事，認為從幾個心肝度寫下來，伴我哋鼓勵當好幾個歌。我來到電視台為唱歌唔係簡單嘅事情。認為嘅當到壓力為創作啊，你來看，然後當到拜你喺行路嘅時間，你為來講，你上電視台係麼？所以有啲嘅緊張，唔過來在你為當輕鬆，做到非常快樂，當好。其實擺老休牧師屬實係認為，點解到天台嘅新立嘅禮拜啲位度嗬，佢哋。認從係客家山歌，除了外國人會從客家山歌係當貼片嘅事情，等到佢行到愛從嘅客家歌曲嘅時節，有知道，到幾多學嘅客家山歌冇乜嘅強容，所以愛到家下山熟識，撒下來愛到有機會強下做廣播節目，未想做當好嘅朋友，一擺繞牆佢到強下來從呢首歌，咪係認為愛到熟識強一個朋友是係亞數幾多。撒下來介紹呢首歌曲，係認為有一擺動作嘅時節吼，家下都動槍人，我媽媽配愛強下去，坐體育兵操嘅轉台北。
家里如风，俺妈妈手指寸过来，面都爱手讲，哎呀，你爱手鸟暗浪哦，家见人爱手的时节，俺知道啦嘿啊，本爱手动少暖，你本爱心动少暖，所以俺是写俩首歌，按到肯定你该手，俺们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因为中日堂俩首歌。让做的写出对你的感谢，土会用办法让做的发
世上，尽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安泰殿，世界敬畏，世界心地，我们初心该是。秋梦雁飞，只希我的魔鬼。When we've been there 10,000 years, bright shining as the sun, we've no less days to sing God's praise than when we first begun. Then when we first begun.挑戦唱嘅《Amazing Grace》奇異恩典係 John Newton 嘅作品。其實對我嚟講，未係我親身嘅經歷。我本身唔係學音樂嘅，不過我寫歌嘅時節，上帝本我當到嘅好聽嘅音樂，未本我歌詞，故所以我做得接觸呢啲歌曲來傳達福音，本聽到嘅人，佢哋做得聽到福音嘅好處。其實喺呢個生活當中，有當到嘅恩典。從嗰啲下大嘅地方，按到信主人嘅進步，嗰度咧有啲地方按到환行，嗰度咧嘅經濟未當漲，不過嗰度咧嘅體力當適合做騎兵，所以當然去到嗰度咧係為到係學騎兵。嗰時從有一機會講，上帝為了你關係嘅神門，不過佢為了你開另外嘅神門，所以喺呢個生活當中。做得經歷當到上帝奇妙嘅恩典。接下來呢首歌，我係來介紹嘅是講到呢환行嘅地方。呢首歌叫做《환行之歌》。
盖过山。就是那风雨心路途，就一片爱该受，仰头前该路，天的该受，天的该受。拍个花，结束当，开的山途，开满片，风世界是的年少，开的爱是。
水好风光，俩手臂开开有光，天有柔情，向天柔意，雪白波浪冲天堂，海面色子好修容，请带你爱爱有光，共好相声到自如风，雪白波浪冲天堂。准备好茶陪你分享，航过千山，经过万水，思如故乡我向准备好茶陪你分享，航过千山，经过万水，思如故乡冲天堂。航过千山，经过万水，思如故乡冲天堂。遍盖故乡冲天堂。此爱写客家歌，从客家歌到了下，都有动到的客家乡亲哦。记得看到爱，拢爱讲，唐人的客家歌，去到动感通，咪得到动态的安慰。其实安样的讲法，对我来讲係动态的鼓勵，咪肯定我哋呢方面嚟散望，韓國呢方面嘅價值。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嘅生活當中係有感動嘅故事，其實是做得寫出感動嘅歌。2-3年前有一個朋友，讓我講安南屏風啊，有當到感動人嘅故事，向我留記到寫一首歌。剛好我看到嗰條平人，雖然嗰條人生會很多終點咧，不過嗰條一點是唔會講，因為嗰條新亞數嘅關係，啲人生嚟最美嘅時節是係衰退。唔係高興，所以嗰條啲又因為老嗰條係不卡人啲天堂咋相會。我哋其實呢個節目進行到呢下會結束咧，不過未表示呢是係仍然是講冇咋相見。所以第呢下我係唱呢首歌 ，Don't say goodbye, just say good night。Don't say goodbye， 多盼望能永远守住现在。歌声笑声里有你，美好回忆都是你。多么希望此刻静止不语。Don't say虽然还眷恋着舞台，但是夜幕一低垂，灯光也渐渐熄灭。明明知道不能陪你到永
现在不过暂时离开，总有万般的不舍，但有更美的未来为你我存在。So